来看警政署为11月20开始使用喙烂毒品快肽试剂，要来抓食毒驶车。到2月为止，台中市的警方已经抓到14件。医师讲，丧尸分段内底依托米酯是优性的，就算是落喙，同款也是验会出来。外国一个查甫人甲警方指控，家己伫路的行差点互开车姓齐的查甫人压着，双方因为安尼起冲突，警方到场发现姓齐的查甫人讲话反起反倒，精神状况嘛无好。那时候因为我来找他，他是这里。你来找谁？代志是第2暗时10点发生的，警方接到报案，台中市北屯有行路的人甲汽车驾驶有纠纷，到场有闻到开车的姓齐查甫人身躯有怪味，遂用喙烂毒品快肽试剂来检测，结果阳性反应，遂甲车刷去保管，姓齐的查甫人嘛依法上班。立即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规定告发，将面临新台币3万到12万元的罚款，车辆当场移至保管。吊扣驾照1至2年，并追查公共危险的犯行。警政署为20开始，伫全台湾各地开始用喙烂毒品快肽，台中警方嘛加强路检勤务，到2月伫全市执行路检44届，部署1313个警力，伫101位车流集中的所在，甲重要的交通点拿查。到即卖已经处理14件食毒驶车，就连处理违停都发现违规的驾驶有用毒品。动物科医师是讲，喙烂快肽的优势就是快速。唾液里面的浓度，它可以反映，没有错，它可以反映血液里面的浓度，但是它就跟小便一样，它有一定的阳性的时间。依托米酯因为是用吸的嘛，或者从嘴巴里面吸嘛，所以呢，它很可能也会粘在，因为它是油性的。所以它很有可能粘在那个口腔黏膜上面啊。洪东元表示，即马警方所使用的试剂敏感度无共，即马甲受试者是毋是有啉水、离使用时间的长短也无共。若是真正有使用毒品，喙内的黏膜啊、甲血拢会当验出反应，也会当争取检验的时间。公益新闻采访报道。